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完美是神，而我是人，何以主會從天降臨？污穢中找尋失喪的靈魂，釋降女人，更為這罪人掛十架毅然喪生。完美是神，而我是人，何以主會從天降臨？污穢中找尋失喪的靈魂，釋降女人，更為這罪人掛十架毅然喪生。誰會像你，寧願捨棄永活國度裏的一切美，無言的將生死，神我屬你，一生屬你，在你同在裏，我心只想讚美。第一節目讓我哋一同站立我哋嘅神。聖經話，雅各啊，創造你的耶和華，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現在如此說：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完美是神，而我是以主會從天降臨，污穢中找尋失喪的靈魂，釋降女人，更為這罪人掛十架毅然喪生。誰會像你，寧願捨棄永活國度裏的一切美，無言的將生死，神我屬你，一生屬你，在你同在裏，我心只想讚
羔羊，再來嘅君王耶穌基督，我哋要高舉你，我哋要讚美你，因為你嘅救贖，我哋不再做奴僕，因為作奴僕係叫我哋仍然害怕。今日我哋可以叫你阿爸父，接受你兒女嘅身份。你話我哋係屬你嘅，我哋係屬基督嘅，叫聖靈同證我哋係神嘅兒女。阿爸父啊，多謝你用愛同埋恩惠成為我哋嘅冠冕，叫我哋確信我哋有尊貴嘅身份，確信我哋係有福嘅。有福的確據，耶穌屬我感得先上天堂的榮耀，為父神後嗣已得救贖，從聖靈得生，寶血洗淨，這是我信息，我的詩歌。作者 Fanny Crosby， 佢喺6個月大嘅時候，因為醫生嘅誤診，令到佢雙眼永久嘅失明。但係佢冇因為咁而過一個悲哀苦毒嘅人生，反而佢積極活出喜樂同埋盼望。佢喺一生嘅裏邊作過超過8000首嘅詩歌。佢話神喺佢身上作咗奇事，就係叫一個瞎眼嘅人看見主。弟兄姊妹，你今日見到主嗎？我哋要嚟到肯定喺任何嘅環境嘅裏邊，我哋都可以活出喜樂，可以讚美神，因為我哋係有福嘅。如全神福主，快樂無比，天堂的榮耀現在我心裏，天使向信息。嚟到高讚美佢，這是我信息，我的詩歌，讚美我救主，晝夜長我。弟兄姊妹，我哋嚟到宣告，我哋係神嘅兒女，我哋係被上帝所愛，我哋係被救贖、被饒恕，係光明之子。
你哋可以隨便坐下。願從各國各族國民各方來站在寶座同埋羔羊嘅面前敬拜，願救恩歸於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於羔羊。Generations falling down in worship to sing the songs of ages to the Lamb, and all who've gone before us and all who will believe will sing the song of ages to the Lamb. Your name is the highest, your name is the greatest, your name stands above them all. All thrones and dominions, all powers and positions, your name stands above